人讲演员要出台，观众都要围过来。咱台视上精彩，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台视台语新闻主播郭义忠，今日足欢喜来到咱台视60周年庆推煞大庆大戏。美丽人生，若是有看咱台视，人生就是美丽，安尼好唔好？感谢感谢哦！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感觉仿佛坐这个时光机回到了1960年代。刚刚我们看到啊，这个是我们这一次的年度大戏，60年大戏《美丽人生》，特别在基丁呐吼，古早人讲基后，基后抑个有西亚湾、爱河、高雄三大景。刚刚我们看到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台戏精心制作每一出的好戏。我们看到呢，再过几天就是2022年了。我们知道我们台视走过了一甲子，不断的推出优质好戏跟大家见面，而且持续我们的电视产业来尽一份的心力。我们知道呢，细数我们过去的大戏非常的多，我们大家知道了，印象很深刻的有什么？像是呢这个700岁旅程啊、雨后骄阳啊、生生世世啊、春梅等等。好，继续呢，我们台视来推出了优质的好戏，不断的创新题材，而且不断的和观众来见面，而且呢，我们拍摄呢一样秉持持续的信念。这次我们看到我们60年的周年台庆大戏《美丽人生》。特别呢，我们和我们的龙图国际传播一起合作，掌声鼓励。好，继续呢，我们希望我们的收视啊能够长红，而且呢开红盘。人讲大叫演员拼演技，功夫绝个无得比。啊，若是精彩戏剧甲看落去，收视红盘正就是好不好？好，谢谢。好，那当然呢，我们讲到了我们优质的好戏呢。幕后一定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推手，我们就要来介绍我们的幕后重要的推手。首先要为我们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台视董事长特助 Scott， 掌声欢迎。好，继续热情的掌声欢迎台视总经理周法勋周总经理。好，继续热烈的掌声欢迎台视节目部经理杨秋兰杨经理。继续热情的掌声，我们来欢迎我们台视节目部的节目总监李立国李总监。继续掌声更热情，欢迎我们的龙图国际传媒执行长陈升清陈执行长。好，继续掌声欢迎我们的制作人郝孝祖郝制作人。后面的朋友让我看得到你们。继续欢迎我们的导演王伟王导演。另外欢迎我们的导演林敏祥林导演。好，继续呢，我们要热情掌声欢迎我们的编剧统筹叶凤英叶统筹。好，继续掌声热情要来欢迎我们的台视总经理周法勋周总经理为我们致辞，掌声鼓励。好，谢谢主持人于中主播啊。看到这个场面，这个气势啊，这个我们的演员阵容还有剧组团队啊，可以说台视60周年的这个台庆大戏啊，《美丽人生》绝对值得大家的期待。啊，好，大家午安。这个同学午安。明年111年就是台视60岁的生日。那为了这个台庆大戏呢，为了《美丽人生》呢，我们已经3年前就开始筹备了，就要做一出这个横跨60年啊，感动人心的《美丽人生》。那这个过程其实很辛苦，那大家也很投入，所以我今天要在这里呢，借这个机会，代表台视出品人啊，台视公司的黄董事长，来谢谢大家，谢谢我们龙图的陈执行长啊。谢谢郝总经理、郝制作人啊，谢谢郝制作人，郝制作人脸红彤彤的啊，加油啊！王维总导演啊，李敏祥导演，还有我们叶凤英统筹编剧哈，大家都非常辛苦，所以我们一起共同打造了这部戏。那再加上这样华丽阵容的卡司，还有我们的剧组团队啊，所以这个戏绝对是大好、大成功。好，那在这边再次谢谢大家。此外呢，这个戏呢，
的拍摄过程呢，也就像这个戏的剧情一样，也是一波三折。尤其是疫情的这个情况下，许多的波折。不过我们的这个团队呢，都是一一克服，而且这个顺利完成啊。所以这个过程的辛劳呢，大家都点点滴滴在心头。不过不论如何，重点是今天我们能够同聚一堂，一起来为这个台视60年台庆大戏《美丽人生》来做推荐，绝对值得大家的期待，绝对会轰动武林。好，谢谢大家。谢谢周总经理，祝大家身体健康，新年快乐。好，谢谢。谢谢周总经理。好，我们刚刚周总经理特别听到这出戏，我们一定是金光抢棍呐，金光闪闪，水起针条。好，继续呢，我们要跟观众朋友继续提醒一下，说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直播全程过程，在我们网络都有直播，各位观众朋友也可以给我们留言，给我们鼓励加油。好，继续我们要欢迎我们的龙图国际传媒执行长陈升清陈执行长，掌声欢迎。特助还有台视周总，还有我们龙图的团队们。还有各位这个辛苦的媒体朋友们，大家午安。午安。我今天是代表龙图的陈刚新董事长来这边跟大家说3个感谢。那第一个感谢，当然先要感谢台视团队，在这个黄董跟周总的领导之下，这个在那么多的公司当中来选择这个龙图来拍台视60周年大戏，这个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决定。那我们也没有让大家失望，那台视也很努力去做这件事。所以我们一开始戏还没有开始播出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一个很不错的荣耀了，就是得到文化部的这个补助，优质戏剧的补助。那文化部的长官跟我说，他们期待明年有机会，我们这部戏可以参与金钟奖的这个报名，然后能够有机会在金钟奖当中得到更多的这个支持、鼓励，甚至荣耀。所以呢，这是我们感谢台视这个有这个机会让龙图来参与这部《美丽人生》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制作。第二个呢，当然我们还是要感谢我们龙图的团队，总制作人、校主王伟、王导、林祥导演，还有叶凤英编剧统筹，还有甚至于我们所有的演员，从过去 CK 在5年前开始创立到现在的龙图，这一路来都从屏东拍《女兵日记》，到台北拍这个《女力报道》，再回高雄拍《美丽人生》，这一连串的大家都不离不弃，互相的相聚在一起。我还是再次代表陈刚新董事长来感谢我们龙图的所有团队。那当然最后还是要谢谢这个我们的媒体的好朋友们，你们最近已经被王力宏搞死了，就现在呢还能够来这里来参与这个龙图这部戏的这个卡司的这个见面会，我非常谢谢你们，也期待大家都能够共度一个美丽人生。最后，我还是希望我们这次台视跟龙图的美丽的相遇，能够共创一部好的人生的剧本出来，人生的戏剧出来。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陈执行长，谢谢。好，观众朋友还有现场的网友们，大家准备好嗨起来了吗？继续，我们要请我们的演员出场。首先欢迎的是我们最强的后盾洪浩俊以及何胜飞，还有谢宜伦、唐峰，掌声欢迎。来，跟观众朋友打声招呼，跟大家问好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洪浩俊，我在戏里面饰演的是黑面这个角色。那这个角色他是比较敦厚老实，那是算蔡家的长工。跟千文哥饰演的嘉禾呢，他是我的老板，那跟他从小一起长大，所以蛮多对手戏的。谢谢。谢谢，继续欢迎胜飞。Hello， 大家好，我是何胜飞，我在戏里面饰演的角色是阿英。那就是这位黑面 OV 呢，他介绍我到蔡家来工作之后呢，这个有头有脸的大家族就开始发生很多天翻地覆的事情，真的很精彩，敬请期待，谢谢。谢谢胜飞，继续有请宜伦。大家好，我是谢宜伦，我在《美丽人生》里面饰演的是东水。
那东水是一个恒公第二个角色。那我在戏里面呢，跟欧斌，然后还有嘉禾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谢谢。谢谢一轮，继续有请唐峰哥。Hello， 大家好，我是唐峰。我在戏里面呢是饰演这个方心的弟弟，我叫许忠信。但是呢，我自己本身个人跟许家不对，跟蔡家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们这一组称为叫做什么最强后盾组嘛，对不对？最强后盾。哇，那你们这个3个后盾这太厉害了，我只有一个人，我怕扛不过啊。你比个一个屁呀你！好，总而言之呢，这部戏呢，《美丽人生》呢，其实是非常好的一部大戏呢。我也很荣幸呢，可以参与这一次的演出。那再一次还是要谢谢导演还有制作人，还有这个总经理们给我们这个机会，谢谢。谢谢，讲错没关系，不要讲到王家就好了，最近比较敏感。好，谢谢。不要这样子，我怕我会太性感，好不好 ？OK， 谢谢。好，第二组我们要有请高嘉我们的文山哥，另外还有请尤小白，小白。大家好，嗨，大家好，谢谢各位疯狂的掌声，谢谢。首先，我应该先把这个眼镜拿下来，戴起来啊，我先为我的长相道歉。带我一起。是，我们那个 Scott 特助。周法军周总经理、邱兰杰、李火哥，以及我们现场所有的长官、贵宾，还有我们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文山，这次呢，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参加台视60周年年度大戏《美丽人生》的演出。这次呢，我在戏里面饰演的呢，叫做高山，他是一个非常阳光、正向、浪漫、多情、积极、上进的流氓啊！是这一次呢，这个角色非常的具挑战性啊！我要谢谢我们的这个编剧统筹叶凤英叶老师他呢把这个角色呢给我写的非常的，算是跟我过去的在表演上面呢，这角色有很大的不同。那相信呢是很值得大家的期待。同时，我们这次这个戏呢，卡司非常的坚强，那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呢都是一流之选，所以呢，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呈现出一部非常好的作品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到时候播出之后，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呢，可以给我们最多的支持与爱护。谢谢大家。谢谢文山哥。谢谢。那我旁边的这位呢，是在戏里面饰演我堂弟的尤小白。来，小白跟大家打个招呼。嗨，大家好，我叫尤小白，我在戏里面呢饰演文山哥的堂弟，叫高。可以了，我刚才已经介绍过了，你不用再讲一遍了。谢谢大家，他是尤小白，谢谢。谢谢文山哥。我知道文山哥为什么要戴墨镜，因为呢项链实在是太显眼。早上才播到新闻，金价涨破1800元，掌声鼓励，谢谢。好，继续呢，我们要邀请我们的金家林可唯还有陈明赫出场。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唯。首先谢谢台视的长官，还有制作人，然后跟导演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演一个这么有趣的角色。那我在里面呢是饰演方心姐的姐妹，然后真的非常的可爱跟逗趣。那跟乐妍呢也有很多的对手戏，那就敬请期待喽。掌声鼓励。大家好，我是陈明赫。很荣幸这次可以参加台视60周年的大戏《美丽人生》，我在里面饰演金川一个反派，然后内容很精彩，请大家拭目以待，谢谢。非常感谢，谢谢。那我们继续呢，要邀请我们的杨家张琼姿琼姿姐，还有尤诗锦。各位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好。首先要谢谢台视的长官以及制作人，还有导演，让我们大家有这个机会参与台视60年大戏这么美丽的《美丽人生》这么一部戏。那在戏里面呢，我饰演的是养母我们家开的是杂货店，古早开干嘛店是后亚郎呢？可是后来这个后亚郎怎么会被邻居把东西搬光光，然后连夜的逃走？请大家一定要锁定台视111年年度大戏《美丽人生》，请大家拭目以待，谢谢。谢谢。好，请诗锦。
我觉得妈妈讲完我就可以差不多。大家好，我是尤诗锦，我在戏里面饰演的是杨明珠，然后是妈妈的小女儿。在戏里头呢，她是一个在非常传统社会里头又非常不传统的一个年轻女性。那戏里面有很多的戏呢，都是跟哥哥在争吵，然后跟妈妈的戏呢，就是一直不停的哭。对，那我们家虽然是开干妈店，但是呢，内容真的非常精彩，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的播出。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琼斯姐，还有诗锦，谢谢。继续掌声欢迎蔡家的尤秀文、黄仲玉、仲玉哥，还有德兴。来哦！阮妈妈感觉吼，唔知要讲啥，招过来，阮带家出现啦吼！我大少爷若出门吼，真臭屁，啊若等下厝诶见到阮某吼，就闹气吼。这就是我这个个性啦哈。我是叫蔡嘉欣啊，这是我妈妈啊，这是刘秀文刘姐，是我妈妈。这个呢，就是我讲的吼，足车吼，安尼足欠卡的某啦。哦，这德兴啊。来给观众。大家好，我是德兴。那在戏中呢，我是饰演苏月的角色。那非常的感谢台视的长官跟制作人给我这个机会，给我呢从踏进演艺圈以来，话最多、讲话最快的角色。对啦，我现在做起来啦，我都做惊某的啦哈。我是一个怕老婆的那个大少爷啊，那跟我真实的生活的老婆好像也有点类似一样啊。有吗？对，那我这个人是色大胆小，怕狗咬啊，这就是我的个性。那么一个大少爷呢，在剧中呢，他有很多的这也是人世间的一些人情冷暖的一些过程哈，在这个大少爷身上哈，也是充分的展现这个故事的情节哈。哦，安尼编来编去有够精彩哈！来，咱请咱哦妈妈来给大家安尼哦讲两句啊咧哈。掌声欢迎！大家好，我是刘秀文。非常开心，制作单位跟台视让我参与60台庆的大戏。我在戏里面演一个就是很有威严的妈妈跟婆婆。这部戏非常的好看，请大家拭目以待。谢谢。好，谢谢，非常谢谢。仲玉哥没有关系，人讲惊某才是大丈夫啦，怕某低高虎啦。对了。OK， 好，继续我们要热情的掌声来欢迎张彦明，彦明。各位长官、贵宾、媒体们，你们好，我是张彦明，在《美丽人生》里面饰演李德胜这个角色。很谢谢总经理还有导演，很信任我可以诠释这个角色。然后我今天其实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因为我刚出道的第一部戏就是台视的戏，然后今天有一种回娘家的感觉。10年后再睽违重新跟台视合作，很开心。好，要为这个网友来谋一下福利啦！有网友说呢，是不是可以秀一下你的现在练健身的成果？想不想看？不是。其实我拍这部戏的时候，刚3月的时候定妆的时候是71公斤，现在81，然后有在健身没错，可是也吃很多，所以现在剧组都规定我就是零食啊什么都不太能吃，因为戏服有点背了这样子。所以但因为我比较不会胖脸，所以有时候导演看的时候就说，彦明没有变胖啊，只是其实这是衣服变很紧，对，比较要缩小腹这样子。不是对，我就因为我很爱吃，真的，但是因为真的戏服德胜在里面真的都是比较合身的西装什么，然后有一天跟乐妍拍一场戏的时候，好像要蹲下来，然后那个线有点啪掉了，对，所以秀肌肉就是留在戏里给对观众卖一点小关子，今天就先对不要。OK， 好，那这观众朋友就拭目以待，欣赏我们的台视60年大戏剧中呢，彦明就会有露身材、秀身材的这个 muscle 的情况。好，非常谢谢彦明，谢谢。谢谢。好，继续呢，我们要欢迎我们的陈千文，千文上场。Hello，大家好，各位贵宾，还有各位长官，大家好，我是陈千文。
我在《美丽人生》里面饰演的是蔡家里面的蔡家和，他呢是一个爱乡、爱土、爱老婆的一个暖男，就像一个太阳照耀大家。然后我觉得呢，因为我们从4月开始拍。那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在取景有到台南啊、高雄啊，然后嘉义啊各个点，真的从夏天拍到现在冬天，我觉得每一场戏都非常深刻，让我们觉得真的是活在那个年代。因为尤其是我跟蔡家最多对戏。哥哥啊，妈妈、大嫂啊，然后还有乐仙，我觉得就很真实的。我好爱我们蔡家的人哦，因为每一场戏里面的那个反应跟那个就是所有的对戏都是非常真实的。哥哥就非常的就非常搞笑。我觉得哇，超爱我们家的。然后大嫂呢又非常的有特色，所以这部戏真的非常好看，真的推荐给大家。台视的60周年大戏。等一下，那记得这个要请教一下千文，说好像在这个戏里面有特别设定星座跟角色的，不会是金牛座吧？哈，哎，不会是金牛座。如果是要演渣男，不是，你讲的，没有。我跟乐言那时候在拿到本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去做了一些角色功课，包括先找台语老师把我们台语先把它都抓回来，然后呢，对于戏剧里面的就是角色设定，也跟导演讨论。就是怎么样才能够符合那个年代，还有我们的就是对应的一些互动。那我就把我自己设定成一个天秤座上升双鱼座，因为天秤座我觉得这个角色是非常风度翩翩的，他非常爱身边的所有人，非常珍惜跟他的家人的相处时间，不管是家人出了什么事情，或者是他爱的人出了什么事情，他永远都会把它 handle 起来，所以我觉得非常符合天秤座。那上升双鱼呢，因为他有一颗非常敏感的心，他一定会把他所有事情都处理得非常好，所以有这样的设定，所以绝对不是金牛座。好，谢谢千文，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那继续呢，就有请我们的王正富，掌声鼓励。Hello。收了媒体所有长官，大家好，我是新人王正富，请多多指教。是的，那我在《美丽人生》呢这部戏里面呢饰演杨庆良这个角色啊。那我的妈妈呢就是琼枝姐，我的妹妹呢就是诗锦，我的太太呢就是邱琪文。那杨庆良这个角色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爱家的一个人，但他很传统，然后他不苟言笑。然后呢，他又非常严厉，他很爱面子。人家说看到庆良的时候呢，就问他说：“啊，这门因为谁你今嘛做什么行李，做什么大事业？”那我就很爱面子说：“其实我倒是开杂货店，就是开一个那个杂货店这样子而已。但是呢，他因为养父呢很早就离世了，所以他担起一家的这个责任呐。所以呢，他在里面有个特色呢，我把他分类为他有点像人格分裂这种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妈妈就说：“妈，你里面还肉，你里面还肉，总是不要让妈妈担心哦。”然后看到妹妹呢，就一直骂他，一直骂他。那其实我是刀子嘴豆腐心。那因为我的太太是童养媳，所以我觉得大男人主义，所以我在家里呢会比较严格一点这样子。那套句第一次我碰到凤英姐的时候，她送我一句话，她说：“杨庆良这个角色，悲剧英雄。”那为什么悲剧呢？请大家呢敬请期待，谢谢。哇，先卖个关子，让大家非常的期待。非常谢谢正富哥，继续呢要邀请我们的柯淑媛哥。Hello，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我在戏里面饰演的角色叫王威，小威哥。他是一个退伍军人，所以我很爱国，然后我也爱我的家，我也爱我的兄弟彦明。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老婆说1，我绝对不敢说2；她要我向左，我绝对不敢向右。爱老婆才是最重要的，老婆我爱你。哇，晒恩爱，非常谢谢淑媛哥。最近因为广告看太多了，看到淑媛哥我都会想起那个阿碧啊，先敲几杯啊！谢谢淑媛哥。好，继续我们要邀请我们的邱琪文，嗨，各位现场的媒体朋友们，大家好；各位贵宾，大家好。很高兴大家来参加我们美丽人生的记者会。那么在里面我饰演的角色叫做张玉琴，简单来说，她就是一个刻苦耐劳的传统女性，哭戏的部分基本上就是我全包了这样子。
那我觉得很多剧情是很精彩的，所以很期待大家赶快在明年的4、5月份的时候赶快看我们的播出。那因为我个人不是很幽默，所以我可能还是需要我老公出来陪我讲话。对，因为他会说我们2个有什么好笑的戏可以说说。我跟他之间就是现在这个感觉，就是我是天，然后你是地，所以我说什么他都要听我的。对，那你就是男版的王威。对。好了，我们不要占用大家时间，我们欢迎下一位。谢谢，还帮我 Q 下一位王乐妍，乐妍，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乐妍，我在戏里面饰演的是王乐仙，然后基本上我就是从小跟我阿爸在江湖走跳，所以我就是18般武艺啊，应该都会。然后整部戏就是非常的精彩，所以大家拭目以待，谢谢。谢谢。好，我们说啊，好酒伫梦底，看戏看人底，有好酒伫咧上尾。继续，我们就要邀请我们音乐要请下了，就是我们在所有的实力派演员之后，接下来登场的就是我们的压轴方心，因为他在剧中呢饰演的是家平被父母卖到酒家探级，伫咧海人生内底拄到这世人的真爱。靠着家己的拍拼，变做一个酒咖喱，不是美国式酒吧的头家娘，变做今仔日要来给大家献唱《舞力》，音乐请下。会场的观众朋友一起唱，谢谢。叫模样，陪人客摇来摇去，摇来摇去。红红的烈风景，闪闪烁烁，闪闪烁烁。因我是英雄悲。啥人会当了解做母女的悲哀？暗暗流着目屎。是叫甲笑嗨嗨来跳舞，脚步若是叮当，不管伊是啥人甲伊当作面梦。脚步若是叮当，管他伊是啥物人。现在全场嗨起来，欢迎剧中最性感的酒吧老板娘红玫瑰方心登场。笑嗨嗨来跳舞，脚步若是叮当，不管伊是啥人甲伊当作面梦。哇！掌声鼓励方心登场。哇，这真正是！老婆，我错了。花容月貌赛西施啊，可比仙女月妖池啊！谢谢。谢谢。是不是方心姐？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戏里面听说你还特别点一粒麻木记，嘴唇红红抹胭脂，互阮看一个去，心魂交把柄，甜甜啊对你去。你哪遮尼甲讲话？无啦。大家好，我是方心，在戏内面我演苦变，
大家叫我阿妹娜就好啊。今仔日真正足多谢大家来这捧场，希望阮今仔日服务大家会当满意哦。谢谢。哦。然后我在为这个角色点了一颗痣，就是希望讲，这个角色会当跟我进前一般的角色拢无共款啊。大概若是去化妆。只要这个技能点落去，我就是口面上升，就会比较放一点啦。对，那在戏里面跟以前的演出有很大的不同啊，希望大家锁定我们的戏，绝对会让你好看。哇！但是老婆，你那个字要记得点好不好？你那个字如果不记得点，我们要重拍。重拍，就是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牌子，对，在化妆室那边就是徐面点痣了吗？这样，对，就是提醒大家，每天就问你痣点了吗？对，每个人看到都会问一下，这为什么要有这个牌子？然后就提醒化妆师说今天一定要点痣，这样，对。是。那芳心姐是不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演戏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比较趣味的地方？除了那个痣之外。趣味就是因为在酒吧里面会有一些外国的客人，对，然后反正我就是鸡同鸭讲这样子，我就是戏里面英文也没有太好啦，这样，所以都要我的那个好姐妹金胖出来帮我就是招呼客人，对。那除了好玩的事情之外，我觉得比较可怕的就是我在戏里面要被强暴，对，所以那场戏拍的还蛮辛苦的，就是怕料就是。真的好像家暴一样，全身都是凹青。回去我老公就很心疼，对啊。是哇，那苏元哥呢？苏元哥要不要分享一下，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比较特别难忘、比较趣味的？我跟你讲，这个戏啊，每一场戏我都很难忘。真的。因为呢，这算是我从影以来8点档，我大概演了不是很多了，大概今年第26年。唯一可以在8点档讲国语的一部戏啊！哦，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让大家一起来合照，也要请我们的现场的摄影大哥大姐，我们一起来取景，请大家一起合照。好，那我们呢也希望我们台视60年周年的台庆大戏《美丽人生》发布记者会可以圆满成功。另外，我们要祝我们的休息安盘第一熬，我给你们好彩头，业绩大旺热放炮，金银财宝满厅头，好不好？旺旺旺！谢谢。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接下来我们有大合照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分组拍，有我们的分组组合。我们先看前面，麻烦前面的摄影大哥。